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一天新的开始，会当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早起，咱要来请集会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天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主，阮承认阮家己的罪，求主你用保护来洁净阮，求你用保护来压砍阮一切的罪。今早起，阮要阁通过上帝的话，因为你的话要互阮心内充满喜乐。阮谦卑恳求圣灵亲自来降临，求主你也带领阮今仔日的聚会下面的时间。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阿门。感谢咱伫亚利米书会当来明白亚利米这位先知。亚利米的名的意思就是受高举，是主所设立的。伊是一个祭司，伫耶路撒冷的附近的安纳图城。亚利米伊的个性，因为伊出来时阵真少年，所以伊的个性较软弱，总是伊也较有怜悯同情的心。上帝拣选伊伫即个犹大国家要灭亡进前做上帝代言人，来传达审判信息甲毁灭灾难的信息，总是受到人的气杀甲亚神哦。伊的服侍也互咱明白为虾米犹大的王国甲圣殿会受毁坏，知影这背景、这原因，会当看到这细节部分。亚利米书对南国犹大，就是何西阿书对北国以色列，拢是伫即个国家伫要灭亡进前，上帝通过先知，搁一摆会警告上帝怜悯，搁再怜悯，搁再怜悯。但是上帝刑罚冤家假释，一定爱实现。亚利米遵照上帝的吩咐，一世人无娶某无结婚。所以今日16章，互咱看到这段。然后伫25章的时阵，咱看到上帝通过亚利米，以色列爱受掠70年，这个时间上帝嘛伫还未受掠进前，就开始来传达。最后第31章，咱看到上帝通过亚利米来预言，要宣布一个新的约的开始。咱真有读到对第10章讲到因来11章。安怎来去杀上帝的约？这个伫摩西出埃及所设的这个约，上帝已经要甲伊 update， 然后要有将来要有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当时就是到耶稣基督降生，来做成做这个新约的开始哦。咱读到章15章，是讲到。上帝爱亚利米，听到亚利米的祈祷。14章是第3摆叫亚利米，唔通阁祈祷。15章是亚利米，伊的心内底的艰苦，甲为着家己的祈祷，总是上帝阁一摆来提醒伊，安怎样真心伫上帝面头前，上帝就互伊来归回啊。今日17章是要讲到，16章要来讲到亚利米，伊的生涯规划。上帝爱伊无要娶某甲生囝，因为伫即个邪恶危险的世代中间，上帝爱亚利米受独心来服侍主啊。所以咱看的是伫第即个抗旱的中间，亚利米的祈祷，甲亚利米对15章到25章，伊的即个将伊的心破开，甲上帝来盘暖，对上帝来求。今日咱要看的是第16章，上帝命令亚利米爱独身的生活，通过伊的生活来，特别是伊都爱离群所居啊，没有社交来向这个人传达上帝要表达的信息所以这嘛是一种的行动剧然后上帝又要将以色列拯救回来，所以上帝启示中间，上帝又有应允，所以16章的后半段。看见上帝伊的计划要安怎来拯救这以色列人民。咱来读今日这段圣经节，要来请集会长老带咱来读对16章，要请对第1节来读到第9节1到9节。上主对我讲：你唔通伫这个所在
娶某生后生查某囝。我甲你讲，伫即个所在出世的囡仔，甲因的爸母会死伫致命的病，无人为因哀哭，嘛无人甲因埋葬。因的身尸会囥伫涂骹，诚做肥料。因若无，恁也毋是互人刣死，就是饿死。因的尸体诚做白鸟甲走兽的食物。你毋通入丧家的厝，嘛毋通为因哀哭，甲因安慰。我袂过赐平安，互我的子民，嘛袂过怜悯因，甲因施慈爱。无论好嘢还是善车，拢亲像上款会死伫遮，无人甲因埋葬，为因哀哭。无人会挂伤家己，剃光头为因哀伤；无人会摕食物互丧家，为着因家的家，为着因的家拄着的事，甲因安慰；无人为着因失去爸母，互因啉安慰的酒。恁毋通入去宴乐的家，甲因做伙啉食。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看啦，我要伫恁的目睭前，伫恁要活着的时，互欢喜快乐的声，婚宴喜庆的声，拢对这个所在消失。好，多谢。当咱看15章，伫后壁的时阵，15章是亚利米甲耶和华上帝甲伊斗讲出伊心内底的艰苦，总是伊亚利米伊知影伊心内底艰苦，但是伊愿意来接上帝的话所以特别是16、10这个所在，上帝你对我讲的话，我逐句拢有听，你的话，互我的心欢喜快乐，因为我属伫你。所以上帝甲回应讲：恁若活倒转，我就搁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所以伫10的时阵，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要解救你，要保护你。所以16章一开始，上帝搁煞接对亚利米讲：毋通伫即个所在娶某生后生查某囝。所以上帝继续互亚利米功课，也继续互亚利米挑战。就是爱过一个孤独的人生这个孤单的人生嘛是爱斩断伊的七情六欲互伊这个欲望会当来斩断，会当甲上帝用搁较侪的这个心神甲上帝做伙。所以耶稣嘛讲，这个守独身是爱有上帝的呼召。所以这是上帝对亚利米的呼召，亚利米真清楚，所以伊嘛真勇敢来回应了。所以为什么要守独身呢？因为上帝要甲因讲，伫这个所在出世的婴仔甲因的爸母拢会死伫致命的病所以颠倒是上帝爱亚利米，无去经过遮的灾祸甲灾难，因为伫遮病中间，不管是埋葬、饿死，也是真做飞鸟走兽的食物大家拢是真悲哀颠倒无法度去享受这个家庭的亲情甲快乐，无法度去享受这个抱孙的欢喜甲幸福颠倒是为着这个失去囝儿孙的艰苦甚至第50到90，上帝佫甲伊禁止除了10到40，禁止娶某生囝。第50到第70禁止伊哀哭，入丧家毋通哀哭，甲因安慰嘛毋通甲因可怜怜悯，对因施遮个慈爱，看起来真残忍但是咱若对头前读落来时，就知影这是上帝一摆搁一摆搁一摆，甚至是咧挑战亚利米就是爱亚利米伊爱来斩断甲遮个罪人的罪毋通甲因结连毋通因为同情就来接纳遮个罪人的罪无论好也是善车，拢相款为死伫遮，无人甲因埋葬，为因哀哭，无人挂伤家己，剃光头为因哀伤
伫圣经中间无即种的例，讲挂伤家己就是砍伤自己，剃光头发为人来致哀啊。其实圣经摩西就有讲到这个代志，伫利未记的19章的所在，19章的28节，才有讲到唔通为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身躯嘛唔通赤哩，因为我是上主哦。所以刺青到底是上帝意爱无意爱？因为身体都是照上帝形象啊，所以挂上家己的身躯是为着死人，就是来纪念死人。其实真侪特别伫外国人，因为伫身躯来赤哩，赤即个面图像来孝念因失去的亲人啊。但是圣经伫利未记迄个年代就有人安尼做啊，上帝早就甲因禁止。还是伫利未记即个21章，利未记21章第5节，这时嘛唔通头壳剃光光，唔通修喙手，唔通挂上家己的身躯啊。就是讲到那是分别罪行和上帝，伊的头壳对头鬃到脚，连头鬃拢是属伫上帝，唔是照家己的意思。所以即句的意思讲，咱的规个身躯拢是上帝互咱的。咱会当家己做主，但是嘛是爱用上帝来做主啊。但是呢，迄当时亚利米的时代，就有人有这个风俗。其实利未记就禁止，因为也有这个风俗，挂上家己也是赤哩、剃光头，安尼来为人来哀伤，上帝拢禁止亚利米。这嘛唔通摕食物互丧家，主要毋是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所以上帝爱亚利米，甲这个罪来断绝。89节是70到50到70是丧家，然后89节是喜家，就办宴乐，在抱囝抱孙娶某，这个欢喜的代志，上帝嘛禁止亚利米，因为这个欢喜快乐婚宴的声，拢要对这个所在来消失，所以上帝互亚利米提早来断绝，无互伊这个灾难要来时，亚利米才当平安来经过，所以咱嘛唔通去误解圣经，就叫人莫娶某生囝，这是伫特别的时期，也是伫国家要灭亡的时期，亲像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遮伫大灾难中间有幸运的这个查某妇人男，就有灾祸啊，总是圣经中间毋是每一章拢是安尼来写，有原是伫特别的时期。好，所以咱继续来看上帝对亚利米的指示啊。所以个请几位长老传咱来读，对第10节读到15节10到15节。你讲这人民讲这一切的话时，因会问你是安怎上主要降极大的灾祸攻击阮？阮是犯什么罪？伫什么所在得罪上主阮的上帝呢？你着甲因讲。恁的祖先背叛我去对别个神明，甲因服侍敬拜，因欺诈我，无遵守我的律法。恁比恁的祖先所做的搁较大，搁较可恶。恁逐个人照顾一邪恶的心做代志，无要顺通我，所以我要甲恁对这个所在赶出去，去到恁甲恁的祖先拢毋捌的地，每日拜别个神明，我无要过怜悯恁。上主讲，其实一个岛，人咒抓的是袂讲，我只迄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因我上主咒抓。因要讲，我只迄位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离开因甲因流放去的各国，迄位因我的上主救抓，因为我要甲因辅导，甲因倒转去我赐予因祖先的土地。好，多谢。伫上帝对亚利米提出新的条件，毋通娶某生囝，毋通为丧家来哀哭，嘛毋通为着这个喜家来欢喜。
伊就爱断绝伊的七情六欲，总是上帝也爱甲耶利米甲伊注释讲，当伊在传达这的信息，用耶利米本身的行动做一篇的讲道片，然后要去传达这的信息的时阵，人会甲耶利米问，是阮犯什么罪？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对待阮？上帝就爱令这个安怎说辞，上帝拢讲好，是因为甲这人民讲，恁的祖先背叛上帝，去对别的神明，甲这神明何塞敬拜去杀上帝，无遵守上帝律法，甚至这现主时的人比因的祖先更加可恶。大家人照固执邪恶的心做代志，无要顺探上帝，所以上帝要甲因对这个所在，上帝地赶出去。去到因家己所拜祖先毋捌的地，就是要狩猎去到伫巴比伦，伫遐拜别的神明，无要搁怜悯以后。所以咱伫即个耶利米书读了后，哀歌读了后，读但以理，就咱看到遮的代志拢发现，拢证实伫即个但以理的时代就来出现啊！所以上帝讲的毋是无做，是上帝真正有做。所以咱当对历代志上下卷读到耶利米，然后佫读到但以理，咱当看到上帝计划是真完全。总是伫上帝讲遮的歹的消息的中间，但是犹原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福音出来。伫14章、15章，上主讲：时日一个到，日子将到，人救抓的时，袂讲我只去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永远上帝救抓。就是人呢，到一个时日，因会个毋是用这个上帝的刑罚来救抓，因要讲我只去为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离开因甲因流放去的达国，迄位永远的上帝来救抓。因无个用这个刑罚因的这个带因出埃及的这个上帝，因要讲这个上帝呢是带因离开巴比伦的上帝。所以这有一个伏笔，咱一开始有讲，伫31章的时阵，上帝讲，因有这个新的约，25章的时阵会甲遮的人讲，上帝要互因修炼70年，但是70年满，上帝要互因修炼，搁倒转来，所以倒转来伫昨的15章后壁，伫这个19节归回才就出现4摆。回转，然后重新，然后重新，然后就会归向。其实这4个字，伫这个19节中间，是有代表因受掠倒转来的意思。所以因要定心认目，这个上帝，毋是只有带因祖先出埃及的上帝，是要带因因的子孙子民。离开这个受掠罪恶的所在的上帝伊要定心来认目这位拯救的上帝。最后咱来看16节到21节，请几位长老带咱来读。上主讲，我要派真侪掠鱼的人去掠遮的人，后来佫派真侪拍拉的人去大山、小山、甲石旁掠因，因一切所做我拢有看去，因的罪恶离我的面前拢袂当隐瞒暗藏。我要加倍报应因所犯一切的罪，因为因去拜遐的可恶无生命的偶像，拍拉散我的土地，用通厌恶的假神，贪满我的产业。上主啊，你是我的亏力，我的堡垒，是我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万国会对天边海角来到你的面前讲，阮的祖先留落来是虚假、空虚无利益的偶像，人敢袂当家己造神？这个偶像拢毋是真神。上主讲，即便我要互因清楚捌我的亏力甲权能。因就在我称呼是上主以上。多谢。所以上帝互耶利米一个新的愿望，就是因要搁真心认捌上帝，毋是只有看过去古早出埃及这个故事，是有一个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上帝第二次新的拯救，互伊会当归回。总是这个
短暂的福音，其实袂当盖过上帝即马要临到即个处罚，所以上帝继续讲，因为上帝刑罚，要亲像掠鱼的人，甲遮的人拢拍落掠去，就是安尼一网打尽哦。大山、小山，不管因伫啥物藏伫啥物所在，拢会互人敲出来、吹出来，就是因无力对抗遮个巴比伦，因为因所做一切恶歹，上帝拢有看见因的罪恶。伫上帝面前袂当暗藏，上帝要加倍来报应哦。所以上帝是要加倍奉还，因过去所犯的罪，因为因拜遮可恶无性命的偶像拍拉山，上帝土地用厌恶的假神沾满上帝的产业，互即个迦南地、老尼甲米的地充满遮上帝看了无欢喜的代志。所以这是上帝伫今日16章要互亚利米读心，互伊传达要讲的信息。然后咱过来看最后这个30是亚利米祈祷亚利米安怎祈祷呢？亚利米回应上帝爱伊唔通娶某生囝，读心唔通有七情六欲。然后人安怎来甲问甲刁的时阵，伊安怎来回答？亚利米咱看伊的祈祷19节，上主啊，你是我的快乐，我的堡垒，我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万国会对天边海角来到你的面前讲，我的祖先留落来是虚假、空虚、无利益的偶像。所以亚利米咱3摆上帝叫伊唔通为着人民来祈祷，为着这罪人要毁灭的、受消灭的罪人祈祷。所以亚利米伫这祈祷是讲着第一人称单数，我的快乐。我的堡垒，我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诗篇46篇，这个以赛亚书第12章，拢是讲着同款，这是上帝和亚利米，知影伊这个性命真重要，伊是上帝天选之人，伊一个人爱对抗遮多的罪人，总是呢亚利米为家己来祈祷。其实咱嘛看到亚利米的祈祷，甲头前15章的祈祷无同款。头前15章第10节，亚利米的祈祷是讲：阿母啊，我真凄惨，你生我，互我成做一个甲全国人民去配面冲突，互人指责的人哦。这是伊安尼真看起来是埋怨，才会苦尽的祈祷。但是到16章19节这个所在，亚利米互上帝呼召，甲上帝教导，咱看到伊的信心开始出来啊。伊的信心真伊就宣告，人竟会当为家己造神，这偶像拢毋是真神。上主讲即遍，所以上帝听到亚利米的祈祷，上帝就回应：即遍我要互因清楚捌我的快乐甲观念，因就知我的称呼是上主。所以咱看见亚利米伊的信心在成长，上帝互伊的功课，上帝互伊的挑战，伊其实亚利米伊拢有在听，伊嘛拢有在遵守，所以上帝就继续使用伊，亲像昨所讲的，你若归回18节、19节，你若活倒转，我就搁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所以亚利米伊有一个 U-turn， 伊嘛有一个悔改，伊嘛有一个转到上帝面头前。虽讲亚利米无做啥物歹代志，但是伊嘛需要悔改，搁再悔改。今日的根据是伫16章的19节，16章的19节上主啊，你是我的快乐，我的堡垒，是我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万国会对天边海角来到你的面前讲，阮的祖先留落来是虚假、空虚、无利益的这偶像啊。其实他们都不是神明，只有上帝是上帝啊。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希望上帝有愿祝福咱这个现主时的国家社会，咱嘛在庆祝这个国庆日，是伫一个平安太平盛世。但是咱有愿爱警醒，有愿爱知影耶稣基督会过来，有愿爱有一个准备，知影等上帝和耶稣基督过来时阵，咱要安怎样来伫主内面得到主的保守甲热看。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智慧长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啊，阮感谢你，互阮知影亚利米的时代是一个危险凶恶的时代，国家受到真侪遮的挑战，甚至人民也是犯罪。主啊，阮也是用亚利米
亚利秘书来看阮现主时的社会，由阮社会中间有真侪遮的罪恶政府官员，也是遮伫教会，也是伫遮的拜偶像，也是伫人的心的中间受迷，来离开上帝，无爱听上帝的话主啊，这阮知影，这拢是一个警告，阮就需要来将遮的上帝的话，将福音，将耶稣基督的救恩报互人知，互人知影通悔改，互后一代，互遮的少年辈，拢会当到伫上主的面头前，毋是照家己的肉体欲望来行，是爱来遵照上帝你的话语来行。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当谨慎，也当时时日日来悔改，等到伫主你的面头前。上帝你会当继续使用阮，成做你的仆人。祝福阮伫今仔日即礼拜一切所要做，拢有上帝引带甲带领，也互阮会当靠主来得到亨通，事事顺利，会当来因跟主你的圣尊名。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感谢牧师，感谢，多谢牧师，谢谢牧师，拜拜，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